在地人在地情来看森林好美的建国眷村，过年是照常营业。来到这，会当欣赏到全台湾唯一的农村型眷村的文化风光，还有市集、游戏甲节目的演出，正适合过年来行村。 好美建国眷村是森林重要的文化景点。过年特别到晚，管理中心就规划精彩的活动，邀请大家来行村。招募了20家的品牌，那这个蛇年元素的话，就会应用在我们这次的春联跟红包袋。只要在满4级的期间打卡的话，就可以送大家。管理中心讲，除了会当设市啊、甲抽奖以外，进驻单位嘛提供多元的体验活动，欢迎民众报名参加。初2跟初3的下午有一个树网的工作坊，那这个树网的话，就可以让大小朋友都可以躺在那个树网上面。另外，初2到初5的下晡，拢会有免费的导览，带领大家了解眷村的历史文化。大家可以到防空洞这边去体验 VR 的部分。我们初4、初5的话，会有寻踪秘籍的实境解谜游戏，邀请大家到这来行村，感受眷村的历史记忆甲浪漫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